Hello， 各位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相信每一个人一定都跟我心中有一个呐喊一样，就是好想回到教会聚会。如果你非常怀念，而且你也想要回到教会实体聚会的弟兄姐妹，我邀请你，你就在聊天室打想要，好不好？你就帮我在聊天室留言想要。而今天我们不只是带着这样渴慕的心，我们更是要说，在今天晚上我们要遇见神，阿们。在今天我们要一起经历一个跨越的信心，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凡事都能做，他带领我们不只是要跨越我们现在所面对到的问题，甚至要带领我们跨越那一些我们可能未曾想象到的问题。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就是这么样的奇妙，他要来带领我们。在今天已经是6月2号，我相信你有一起参与晨祷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第2天了。听我们的直播的同工在说，我们的晨祷的观看人数也有超过100人，代表在我们右昌教会有超过100位的弟兄姐妹，你非常认真也非常专心的跟着我们的牧师一同在晨祷当中遇见神。但是当然，你不管在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环境，我们都说我们都要遇见神，因为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平安的时刻，在这样一个充满危机的时刻，我们更是说神啊，我们要依靠你站立得胜。而在今天，如果你有透过网络直播参与为着万华这样全台牧者一同祷告的聚会，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段经文，因为今天我也一起参与在那个聚会当中，我透过直播也一起，不只是为着万华，为着双北，更是为着台湾来祷告。在当中看到民数记第16章第46到第48节说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好不好，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圣经的，我们一起用民数记16章第48节一起来宣告。民数记16章48节一起来宣告说，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举起双手，拿起香敬拜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就要让这瘟疫都止住了。阿们。因为我们的神是凡事都能做的神，他要带领我们经历一个超越信心的考验。你愿意吗？好不好？就让我们一起站立在主的面前，我们要一同来敬拜，将我们的心对齐与神。在今天晚上，我们要与圣灵同工，我们要与天父同工。哈利路亚！一起说，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释迦，心事完全交托。一起宣告，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
信心来歌唱，我们要用信心来宣告，我们要来用信心遇见神。一起说：心事未曾看见，仰望他，依然仰望释迦。心事完全交托，宣告他的名，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好不好，弟兄姐妹？如同这首诗歌所说的，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都在你我的心里。阿们。所以当我们再次敬拜的时候，用你的声音向主来宣告，说我所站立的环境要有平安与我同在，因为神掌权。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释迦。心事完全交托，你掌权，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宣告他的名，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再一次向主来宣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说：神，你的平安降临，神，你的平安降临。好不好，弟兄姐妹，抬头我们用悟性来向神求，说：神，求你的宝座降临，求你的平安降临，求你的信心降临。哈利路亚！一起来开口祷告。哦，主啊，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用我们的声音，用我们渴慕的心向神你来求。愿神你的宝座设立在我家，愿神你的宝座设立在每一个渴慕你弟兄姐妹的家当中。主，愿你降临，愿你国降临，一切的平安，一切的丰盛，一切的荣耀都要降临。神，我们向你来呼求，神，我们向你来敬拜，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你。一起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
我信靠你比普重要。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好不好，弟兄姐妹，我邀请你将你的手按在心上。我们说，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坚固磐石。虽然我们听见好像新闻报道非常的不乐观，但是当我们向神求雨的时候，当我们迫切祷告的时候，神很奇妙，就在上礼拜5、6日就降下雨水而来，所以代表神是垂听祷告的神。所以当我们看见这疫情好像非常的动荡，非常的让人不安，我们更是要迫切的来到主的面前，向他祷告。我们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可以敬畏他的时刻，可以敬拜他的时刻，因为神的宝座当设立在你我的家当中的时候，神的平安就要掌权在你我的家当中。好不好？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来敬拜。哦呀嘞，呀啦啦嘞，呀啦啦嘞，呀啦啦啦嘞，呀嘞。自由的来到他面前，你用方言来敬拜，你用灵歌来敬拜。哦，沙啦巴啦巴啦巴啦嘞，呀嘞，呀啦啦啦嘞，呀啦巴啦啦塞嘞，呀嘞，呀啦嘞，呀嘞，呀啦嘞，呀啦啦嘞。当今天中午我们参与这样的一个为万华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神要再次的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他不只是要修复教会与教会的关系，他更是要修复你我的关系。现在许多弟兄姐妹，你可能正在家中观看这样的一个线上的直播，我鼓励你，倘若你不是一个人看的，你牵起旁边人的手，好不好？我们就在主的爱中牵起旁边人的手，不论他是你的先生太太，他是你的儿子女儿，他是你任何一个家人，好不好？你就牵起他的手，因为我们要用敬拜的声音来震动天地，我们要用敬拜的声音来驱散那一切的恶者魔鬼的诡计。哈利路亚！好不好？牵起每一个人的手，向主来敬拜。我的时刻，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我的时刻，向主来唱。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要修复我们，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一起来宣告：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你是我的
事，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好不好，弟兄姐妹，举起我们的双手，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为着你的家庭来祷告，为着你家庭来祷告，求神将和睦的灵赐下，求神将平安的灵赐下，求神将喜乐的灵赐下，求神将他的新酒新油赐下。开口来祷告，哦，沙拉巴拉巴拉咧，沙拉拉拉咧。神是我们国家的神，神也是我们家的神。让家成为教会，让家成为神设立宝座的地方，让家成为神所喜悦的殿。开口来祷告，哦，呀啦吧啦吧啦嘞，呀啦啦啦啦嘞，呀啦啦啦啦嘞，哦，呀啦吧啦嘞。弟兄姐妹，我想邀请我们单单用我们的声音向主来敬拜，让这首诗歌成为你的祷告，向主来说：你是我永远的依靠，牵手信心来宣告，我真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牵手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是的，主，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能够寻求你的面，主啊，你就在我们当中，主啊，这个时候，主啊，你就在这里，阿们，你就在这里，阿们，主啊，我们有时候是迟钝，好像雅各说：“神啊，你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哇，这里是何等的可畏！阿们，这里是何等的可畏！阿们，因为神你在这里。阿们，主啊，这里是神的殿，是天的门。阿们，主啊，今天晚上谢谢你，让我们一起在线上，我们也能够向你祷告。因为无论我们是实体的聚会，就在线上的祷告。阿们，神你也在这里。阿们，主啊，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
今天晚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同聚集来敬拜。我们确信，当我们聚集，我们祷告，我们领受，我们侍奉神，神迹就会发生。阿们。主啊，谢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能够经历你。主啊，谢谢你将我们的祷告会从头到尾都仰望你，求你与我们同在，使所有一起聚集的弟兄姊妹都能够蒙福。谢谢你，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们。阿们。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一起聚集。我们为了能够在疫情中，虽然不能实体聚会，但是我们可以在线上一起祷告。因为当我们2、3个人聚集，你就与我们同在。我们2个人同心祷告，在天上的阿爸父就会成全我们所求的。阿们。感谢主，这是他的应许，我们感谢他。我们虽然在疫情中，但是我们仍然向神发出赞美，献上感恩。好像司布真牧师他曾经这样说我们若能够为烛光感恩，上帝就会把灯光赐给我们；我们若为灯光感恩，上帝就会把夜光赐给我们；我们若为夜光感恩，他就会把日光赐给我们。倘若我们能够为日光感恩，上帝就把天国赐给我们。感谢主。所以我相信在这段期间，我们仍然有很多感恩的事，很多能够为主做见证的。那今天我们的祷告会，在牧师传讲信息还有带大家祷告之前，感谢主，师母她在这段期间有很多的领受感动，感恩的事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邀请她来跟我们做一点感恩的见证跟分享。好，我们给他拍拍手哈。感谢主，感谢主。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2个见证。第一个见证是在5月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在5月的10号到11号，我们高雄合一的牧者退休会在那个恒春的优活饭店里面来举办。在那10号那天晚上，当我们吃晚餐的时候，突然就有人就预备蛋糕，那他就要为5月生日的人来庆生。当时寿星就被邀请要讲一件心愿。面对突然来的一个要求，脑子里面就突然就给我一个意念出来，我就说，我希望牧师可以多一些的时间在家里，让牧师不要太忙。接着我讲完之后，第二个就是浸信宣道会的武昌教会郭俊豪牧师的师母，他也表达同样的心情。这件事情看起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就大家一个庆生。可是很特别，没有想到到礼拜6 5月15号，杨道诺牧师他在分享的当中，他竟然就提醒了众牧者，他说让牧者不要太忙，免得陷入撒旦的诡计。哇！就在这一天，北部的疫情确诊突然间上升到180例。全省的教会都忙着开紧急会议，要决定是不是要停止实体的聚会，改为线上直播。可是我们的教会呢？我们教会那个礼拜仍然才实体的聚会。可是没有想到，才1天的时间，政府突然间就宣布进入3级的紧急状态，全国大大小小的聚会都停止了实体礼拜。原来非常忙碌的5月，几乎每个礼拜我们都要有3天的时间在外面聚会、特会、研习会，甚至退休会。可是在这个时候全部都暂停了。这些牧者
刹那间就停止所有一切在外面的工作、开会。在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自己就大笑，我说哈哈哈哈，上帝好厉害哦！他透过一个疫情，竟然把所有的人都关在家里面，我的愿望马上就成就了。感谢主，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可以好好的跟家人相处，也可以省下好多的时间看书，也可以做很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也可以让自己轻松一下。真的很感谢主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这个美好的时间。第二个我要见证的是上帝的超前部署。怎么说呢？因为今年的就是刚过的6月1号复兴祷告小组早祷会之后，那我在 FB 上我就看到了婉玲小组长，他就 po 了一个图文。那我看到他 po 了有关于早祷会的图文之后，我就赞美他说：哇，你好棒！当这样子接下来他就回我了一段话，他说上个礼拜3的线上周3的祷告会，何牧师他有说过一件事情，他说有些教会可能人员不足，也有可能是设备不足，就没有办法进行线上的主日礼拜或者祷告会。当时他听了这个话，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他突然间感觉到说：哎呀，我们教会的资源真的很丰富，而牧师们也都很愿意花时间来带领，真的很感恩，很感谢主。当他po完这个之后，后来我就回他说：是的，神给我们的真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美好的神。其实他早就知道今年的疫情会很严重，所以他就为我们的教会的需要，为我们教会的需要就做了超前部署。怎么样做呢？他让我们的教会在去年就聘请了影音同工柯红，他在这里帮我们来录影。今天他已经渐渐的驾轻就熟，为了这一波的疫情，我们教会才有专人可以来帮我们做线上直播的录影工作。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的神真的太棒了，我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太了解我们的需要了，他很恩待我们，我们要把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谢谢我们的天父，阿们，阿们。好，我们谢谢师母的分享再给他鼓掌一下，感谢主。感谢上帝，我们给今天晚上帮我们在线上服侍了我们的科宏干事，我们还有圣良弟兄，还有李弟兄，我们也给他鼓掌一下，感谢主真的要谢谢他们让我们虽然在疫情中我们都聚会受到拦阻，但是感谢上帝我们教会能够有线上的主日礼拜我们的周3祷告会，还有我们现在也开始尝试在早祷会那我们很多东西都是新的东西感谢上帝这段时间让牧师也有时间比较多，可以在家里面很多在线上，无论是开会，无论是祷告无论是用这样的一个线上的运作其实都是要学习感谢上帝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也蛮厉害的我觉得师母她带领的小组员有的也是上了年纪，但是他们同样师母也自己学习，然后也教他们怎么操作在大家慢慢会在小组的聚会怎么样不会声音有很多干扰很多的操作，那这些技巧过去真的我们都没有想到要写的，但现在好像这波疫情逼着我们
要学习啊。所以之前我跟新生命小组教会的顾启牧师说，顾牧师你在之前真的非常厉害啊，你真的是先知，一直在鼓吹推动台湾的教会要建立新媒体的教会他推得很辛苦，但是我说现在在疫情中这个疫情比你厉害，为什么？因为现在每个教会就开始要线上礼拜，要直播，开始很多的设备，很多的技术，很多要学的大家就开始学感谢上帝，让我们在任何的情境当中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能够靠着主能够得胜有余。阿们。因为保罗说，靠着那加添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凡事都能今天晚上牧师要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个经文，在出埃及记第12章1到14节我们的PPT 可以打出来，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来，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以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10日，各人要按着户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他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产期1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一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以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地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行加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些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些，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阿们。感谢主最近牧师因为在家也有时间可以读一些书。那有一本张启明长老送我的书叫做《逾越节的预言》。那已经放了一阵子，那我就拿起来读，我觉得这内容蛮吸引人所以我就想从书中拿一些信息来传讲盼望今天牧师所分享的，我们也用我们的嘴巴，就是配这个配就是嘴巴呼吸声音，呼吸是很重要，声音非常重要，我们的嘴巴非常重要，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可以来祷告，我们可以把我们所领受的宣告出来。所以今天我要跟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现代的逾越节。
现代的逾越节。那从出埃及记第12章这里记载，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元月的14号，他们一年开始，他们要守这个逾越节。那他们就要预备这些公羊羔无论是绵羊山羊的他们就是能够预备要过逾越节，他们要守逾越节。那守逾越节，他们要仿佛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急迫，所以他们是要这个吃羊羔的时候，还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就是要赶快吃好像吃了就这个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事情那这个是他们在埃及所经历的，他们要经过这个这样的一个节日每一年都要守这个节日。他们不会忘记过去上帝怎么样救他们脱离埃及。各位，所以我读了这本Chuck Pierce 的书逾越节的预言，他讲了这个就是一个逾越节。但到今天我们要不要过逾越节，这是犹太人过的，但这逾越节对我们有没有意义？所以他说是一个现代的逾越节他分享他在2019年上帝给他一个很特别的启示，就是说从今年开始，这个是瘟疫要蔓延全球的一年，这会是一个现代的逾越节，好像起初的逾越节一样。在埃及地当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的时候，神要击杀埃及所有的这个头生的，所以这个灭命的天使要击杀他们，他是没有长眼睛的，好像我们今天的病毒他也不会说是你是男的，是女的，你是有地位的，是有权势的，是有学问的，到底你是谁不认的。每一个人都会可能会染疫，好像倘若没有跨越过去，每一个的长子都被杀，但是神为要保护以色列百姓，要他们宰了羊羔，用羊羔的血在这个门框上，那这个灭命的天使看到了这个羔羊的血，他们就越过去了，所以他们的长子就没有被杀。今天我们在2021年，我们逾越节也已经过了。我们知道Chuck Pierce 领受这个预言是要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应该好像要有这样的经历。他说上帝并不容许他大量的把这样的信息公开出来，因为他成为一个守望的代祷者。他说他要按照上帝吩咐他的，上帝要他说他就说，不能说就不能说，这是他的责任所以他用箴言15章23节说，我们口善应对，自洁喜乐，化合其实，何等美好。意思是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要说出来，我们把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放在心里面，这样就好了。所以这个是Chuck Pierce 他所领受的。到底他领受的他要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个他要告诉我们，其实不仅以色列百姓能够跨越，领受这个跨越的恩典，灭命的天使跨越过去，我们就是一个能够跨越的人，能够跨越的人。感谢主，上帝的创造充满了奥妙，充满了能力希伯来文是神与人类立约最早我们可以看到的语言。我们都读创世纪第14章13节他告诉我们说，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
这一节经文讲到希伯来人亚伯兰，那这个希伯来人亚伯兰，其实这个字就是叫做阿布兰阿巴或是我们那个 PPT 给我打出来的，应该是 Ibri 无论是哪一个字，其实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有跨越的意思，所以表示亚伯兰是一个能够跨越的人，我们是他的后裔，所以我们也成为一个能够跨越的人，因为神引亚伯兰立约，今天我们也能够领受在耶稣基督里面领受亚伯兰的祝福，所以亚伯兰成为万国之父，他要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因为上帝给他有跨越的能力。感谢上帝，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也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从罪恶的国度能够跨越出来，能够迁移到光明的国度。所以我们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也是成为能够跨越的人他要告诉我们的信息，今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神的百姓，我们是何等有福。上帝要好像保护以色列一样，保护以色列好像保护他的同人一样，所以眼睛的同人一样。所以当埃及的长子被杀，但是以色列百姓的长子这灭命的天使就跨越过去了。我们是能够跨越的人，我相信在信息里面，我们仍然能够跨越一切仇敌要带来的攻击。第三个我们要跨越一切拦阻我们进入命定的人事物，我们要跨越一切拦阻我们进入命定的人事物。在希伯来文这个逾越节Pesach， 那意思也是要跨越，要向前跳的意思。这是很奇妙这逾越节也是这样。所以在我们跨越到命定之前，其实我们都会受到他的遮盖，他的保护。所以我们在每一年的逾越节，其实对神的百姓来说，我们要珍惜这样的一个节气，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能够跨越，是能够向前，我们是能够得到保护的。因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我们要得到这个恩典，而且我们要像以色列百姓，他能够离开埃及，他能够从埃及为奴之地，他能够跨越红海，他也能够跨越到整个旷野的漂流，他能够跨越约旦河，他能够进入流奶与蜜之地。你知道这个就是因为他与神立约，从他的祖先与神立约，所以他是约的子民，他能够领受这样的恩典。虽然在埃及的法老想要是逼他们成为奴隶，要剥夺他们的一切，但是神要他们能够跨越，而且神不仅是身份上让他们能够领受恩典，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很多埃及的很多的这些金银财宝都归给他们，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经济上能够得到很大的移转。这个就是神奇妙的工作，神奇妙的工作。所以当以色列百姓他们来到了迦南地，倘若我们读圣经读约书亚书第5章，就可以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跨越了约旦河，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他们在那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行割礼，在旷野那一带过去了，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他们要跟神重新立约。这个立约的记号就是割礼，他们在那里立约，
行了割礼之后他们就在那里守逾越节，这是何等的重要。当他们守了逾越节，他们吃了无酵饼，他们在那个地方吃了当地的土产。你看过去40年在旷野，他们要吃这个玛纳，这玛纳离开了旷野，进入迦南地，神马上供应他们当地的土产，当地的出产。这个就是一个属神的百姓，当神带领他，神必定与他同在，神必定为他预备一切。所以今天我们从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经验，他们过逾越节的经验，他们进入迦南地的经验，各位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其实在这整个恰皮尔斯的书里面，他是在提醒我们，为什么逾越节是以色列在守的，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其实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我们也要守这样的一个现代的一个逾越节今天我们可能也会遇到很多的，这叫好像法老的一个权力的结构要带来对我们的压制，对我们的攻击。他说，其实埃及是一个属世的经济的权力结构，他不会按照上帝的心意他做的有时候就是反其道而行，反其道而行。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当上帝行了神迹，以色列百姓能够出埃及，让埃及的法老知道耶和华上帝真是上帝，他是有能力的神，他所行的神迹是无人能比。但是其实他们还是不信，他们只是信服，他们只是觉得哇真的是厉害。但是你要知道，他们不真正认识耶和华神。在异教当中，大部分都把大自然可以看见的力量，好像太阳这个月亮好像这个很强的一个自然的力量他们其实不是把它们当作一种信仰，他们只是把它当成一种力量，好像没有办法胜过的力量。所以在当时候，其实他们对神的概念其实是很没有像我们越来越明白，其实神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唯有他是神他们不把这样的一个认识成为一个所以他们拜很多的神明。今天以色列百姓，上帝要让他知道，其实你不只是认识神，知识上认识神，你要真实的从知识进入到信心，你要对神有完全的相信。所以当他们守逾越节，这个不是好像行礼如仪，好像这个是每年要做的事情。其实这个是他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确信他们对神的信心不会因为环境的冲击动摇。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安慰门徒，他告诉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你要知道我就是父所差来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世上，我们遇到很多环境带来的冲击，可能很多人都开始惧怕了，他们的神也不能帮助他们。我之前也常说在印度，主在印度看到1万的这生命，但是整个印度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真的他们是非常的无助。所以今天我们从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他们过逾越节，他们守逾越节，他们所经历到神的保护，神的带领，然后神的供应，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让我们真认识他。所以最重要的，我们以色列百姓行割礼，但是我们的心要有一个心灵的割礼，我们要被分别出来，知道我们是他用重价赎回的，我们是属乎他的。所以今天我们
好像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开了埃及，上帝给他除掉埃及的羞辱，让他们进入一个新的季节，让他们进入一个新的盼望的未来。今天我们虽然面对这一波的疫情，其实我们遇到这个瘟疫，我们好像一个遇到了以色列百姓在埃及要怎么跨越怎么能够跨越过去。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对神有信心，他必定要带领我们跨越这个季节，进入一个新的季节。所以我们倘若能够靠着主能够真正的跨越过去，我相信我们必定会经历到神他要赐我们，我们要好像以色列百姓一样，进入新的季节，进入新的迦南地，在那个地方可以吃那里的土产，他们能够在身份上能够见证他们是神的百姓，他们在属灵上他们已经脱离了埃及一切的奴隶，他们在经济上他们能够领受神丰盛的祝福。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就是Chuck Pierce 他还讲现代的逾越节。今天我们好像在过这样的逾越节。出埃及的时候是第一个逾越节，今年的逾越节过去在埃及那是第一个，但是在今年我们过的也不是最后一个。其实我们好像主在马太福音有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他说在那些日子的灾难过去之后，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个时候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个意思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相信主要再来，那个时候还没有到。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靠着主，我们一定能够跨越，我们能够突破，我们能够得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过了2021年的逾越节，我们正在跨越，相信我们要跨越未来的10年。最近在台湾，我们喜欢把未来的10年就是黄金的10年。我们盼望未来我们可能很多需要去跨越的，所以我们更需要来依靠神，我们要紧紧的抓住他，我们要紧紧的抓住他。弟兄姊妹，我们要迎接未来的10年，是黄金的10年。我们不希望我们因为没有抓住上帝的手，以至于我们失去了他要我们跨越进入的命定。倘若我们的教会没有抓住上帝的手，可能我们教会失去了得着更多灵魂的这样的丰收的恩典。倘若我们甚至我们远离了神，可能我们就会陷入越来越衰退甚至教会就会越来越荒凉，好像很多教会像博物馆一样。所以未来10年是非常关键的10年，上帝要我们能够紧紧依靠他，抓住他，让我们能够好像以色列百姓一样能够跨越。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好像亚伯兰一样，我们是能够跨越的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领受了亚伯兰的祝福，我们成为能够跨越的人，好不好？我邀请你我们能够一起在未来的10年，在信心里面，我们能够靠着主，我们来跨越，我们来突破，我们能够进入神要我们进入的命定。阿们。感谢主。刚才我们的圣良弟兄也讲到，今天在万华的为国的祷告会，在那当中
真道教会的廖文华牧师，他就在那个地方，他在那个地方的感受最深。他在介绍万华，以前万华叫做孟甲，他一个在芒嘎，原来的意思就是独木舟的意思。但是日本人来台湾，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能够有万年的繁华，所以就给它改名为万华。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虽然有一个好像常常在电视媒体报道像我鼎盛的龙山寺，但是这个地方现在有一个冒号牧师，他说四流冲刺。什么四流呢？就是很多流氓、流英、流浪汉，很多的流行在西门町那个地方。所以这一波的疫情使万华不是万年的繁华他们最近冷冷清清，真的繁华不在，很多弱势的家庭，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很多没有办法得到帮助的人都在那里。所以教会怎么样帮助他们？廖牧师他来讲说，唯有能够寻求万金之耶和华。当他们能够寻求万金之耶和华，相信万金之耶和华是他们的依靠，是他们全然的依靠，让这个地方在最感到软弱的时候，我们要为这里祷告。在最软弱的时候，也最是他们最需要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开始会寻求神。当他们能够敬畏神，有耶和华的万华，这个地方就会拥有神所赐的那个万年的荣华。弟兄姊妹，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祷告。我的姐妹，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向神来祷告。神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感谢主。一起对主说：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旨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我们再从头来对主说：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地将你的手按在心上说：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旨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一起向主来说：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前行记，再次举起双手，扬起声音向神来呼求，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宣告，信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各位弟兄姊妹，神是我们的依靠。阿们。我们要用信心大声的来宣告，因着耶稣，我成为能够
拥有跨越能力的人。阿们，阿门。因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羔羊的宝血，我的出与入都要受到遮盖保护。我们要奉主的名，要断开跨越一切拦阻我们进入命定的一切的人事物，好不好？这个时候我要邀请弟兄姊妹在之前我们用诗篇91篇，用诗篇91篇，我们一起来宣告，这是一个有力的宣告。神的话语，我们一宣告，带着能力，能够让我们真实的经历到，因着那个祷告宣告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我们请我们放出来的 PPT 哈，你现在在线上，无论在家中在哪里，好不好？我邀请你举起你的右手，我们一起来宣告上帝的话语。1、2、3，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我脱离不尿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我。我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城池是大小的盾牌。我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辉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我旁边，万人扑倒在我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我。我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我已将至高者当我的居所，后患必不临到我，灾害也不挨近我的帐篷。因他要为我吩咐他的使者，在我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我。他们要用手托着我，免得我的脚碰在石头上。我要踹在狮子和古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上帝说，因为我专心爱他，他就要搭救我，因为我知道他的名，他要把我安置在高处。我若求告他，他就应允我。我在急难中，他要与我同在，他要搭救我，使我尊贵，他要使我足享长寿，将他的救恩显明给我。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可以用诗篇91篇作为宣告。我们借着我们的嘴，我们所宣告的，我们是带着能力的，我们是向黑暗的权势宣告。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得到保护，得到遮盖，我们能够得到祝福。上帝要祝福你，因为你专心爱他。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继续来祷告祷告。我们不仅要奉主的名，要宣告这波的疫情不再扩散。撒旦魔鬼，我奉主的名要捆绑你，你不能再对我们进行任何的偷窃、杀害、毁坏。我们要宣告。还有在第三个，我们真的是要为了神真的是听我们祷告我们最近已降下来，所以我们要感恩感恩。弟兄姊妹，我们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凭着我们的感动，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虽然在疫情中，主啊，台湾也面临了缺水，主啊，缺电，主啊，好像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仇敌的攻击在我们当中。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听祷告的神，你是听祷告的神。
当台湾众教会神的百姓，我们一起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呼求，当这些百姓寻求你的面，自卑祷告，寻求你的面，断一切的恶行。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拜偶像，我们流无辜人的血，我们很多的淫乱在台湾这个地方，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来捆绑撒旦魔鬼在我们当中的偷窃、杀害、毁坏。撒旦魔鬼，你听着，我要奉耶稣的名，要破除你在我们当中任何的权势，要捆绑你，任何的你的能力已经完完全全被破除，已经失败了。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靠着你，我们要得胜，靠着你，我们要得胜。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是听祷告的神。主啊，当你的百姓同心合意的呼求，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为了台湾，虽然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不方便，但是我们仍然要感谢。我们虽然不能像过去一样，但是主让我们心存感谢。当我们不断的称谢你，我们不断的赞美你，那赞美的大人必要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阿们。那仇敌就没有任何的机会能够继续的偷窃、杀害、毁坏，继续的攻击我们。我们要真的是完完全全的依靠神，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唯一的依靠。我们感谢上帝，好不好？我们再来赞美他，我们再赞美他，他是我们永远的依靠。哈利路亚！好不好？举起我们的双手来说：哈利路亚！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好不好？要看见神迹，向神来呼求。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说神，我要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继续来祷告。我们感谢上帝，让教会在这一波的疫情当中，我们能够有复兴祷告小组，在全台湾各地都在祷告。我们也感谢上帝，今天有卫国的一个祷告会，其实每个月都有一次，为台湾的执政掌权者祷告，为了在指挥中心，为了这个疫情，在日夜都在辛劳的我们这些官员们祷告，也为我们所有在第一线，无论是医调医护、防护照顾的各方面的人，他们真的都很辛苦，我们都为他祷告。阿们。那我们特别今天晚上牧师要邀请大家，真的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我相信上帝不是要我们停留在这个疫情的无奈之中，我们应该是要跨越，我们应该是能够跨越进入神要我们进入的黄金世界。可能未来的挑战一波一波的，但是我们要相信神是我们的依靠，靠着他我们能够突破，我们能够跨越。感谢主，我们在这次的疫情当中，我们很多教会过去没有的经验，要线上直播没有人才，没有设备，但是开始要跨越。我们面对没有实体礼拜，我们不知道怎么样
奉献的方式，线上的奉献也没有。那很多教会在财务上遇到很多的困境，但是我们仍然要祷告，求主让我们跨越。感谢上帝，我们教会有神很大的恩典。但是我们要为长老教会，很多教会在偏乡，可能他很多的都不能像我们一样。我们真的要为他祷告，为牧师祷告，为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靠着祷告，神迹必定在前方。我们一定看见神的工作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能够成就在我们当中。好不好？我们仍然为了所有的众教会、众牧者，在这波疫情当中，能够突破，能够跨越，能够迎接复兴，能够迎接主再来。我们开口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你是使我们能够跨越的神。我们宣告，主啊，我们是能够跨越的，靠着你，我们能够跨越，我们能够突破，我们能够突破。仇敌要拦阻我们，但是神你要我们胜过，我们要跨越。亲爱的主啊，我们为了在这一波疫情当中，都是过去没有的经验，我们没有走过的路。主啊，我们要跟着约柜后面走，紧紧的跟着他的走。主啊，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主啊，我们遇到很多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弟兄姊妹要在家里面照顾孩子，很多人要在工作上遇到很多的困扰，很多人在营业的整个业绩受到很大的影响，很多的在财务上的困境可能会来，但是主让我们能够祷告。我们能够祷告，仇敌是要拦阻我们，他是要破碎、杀害、毁坏。但是主，你说你要使我们得生命，而且要得丰盛的生命。主啊，你要我们能够跨越。主啊，我们靠着你，好像以色列百姓能够跨越，能够出埃及，能够过红海，能够经过旷野，能够越过约旦河，能够进入流奶与蜜的迦南地。主啊，这是你应许我们的。主啊，让我们能够跨越。主，我们谢谢你，赞美耶稣。好不好？弟兄姐妹，举起我们的双手，再一次向主来说：神，我要看见神迹要降临，唯有你，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牵手信心来宣告，我真是经历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再一次向神来呼求，愿神降临，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让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是的，主，我们要用信心来宣告。阿们。主啊，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阿们。主啊，我们宣告，因着亚伯拉罕的祝福领导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他宝血的大能遮盖在我们上面，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人，不断突破、不断跨越的人。阿们。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有你成为我们的依靠。阿们。让我们在这波疫情当中，我们能够跨越。主啊，奉主的名要宣告，我们要跨越一切，因为病毒，因为仇敌各样的偷窃、杀害、毁坏。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得到你的保护，让我们能够得到平安，让我们所做的尽都亨通顺利。阿们。保守我们弟兄姊妹在很多的挑战当中，
靠主能够跨越，是的能够得胜。耶稣是的那我们在疫情之后阿，们我们要经历到神，你是丰盛的神，阿们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阿们你是赐平安的神，阿们你是赐能力的神，阿们你是赐下一切丰富的神。主啊，让我们能够经历你，神迹就在我们前方，让我们带着信心宣告：神迹就在我们前方，神迹就在我们前方。神要彰显荣耀，神要带领我们进入他要我们进入的命定。主，谢谢你，赞美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同在，赐福你们，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拍掌，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一起敬拜，一起领受他的话语，一起祷告。上帝与你同在，赐福于你。哈利路亚！